今次我哋有8個區、9個區我都數唔清11個區11個區派出獅王咁一教全國獅王。開場5個關口。關大成之隊補充一下體力，準備上山。今次打老虎啦今次就係夠冚你。道具嘅擺設咧，佢採用嘅咧就係我哋嘅橫頭燈，即係俗稱嘅長凳長條凳砌出嚟嘅一個山呢種砌法咧喺其他呢就會咧有高。砌山咧有好多種嘅，一種咧就用木砌嘅，一種咧就用彩砌。呢一種咧就用橫頭凳砌出嚟嘅。喺登山翻山嘅過程中咧，就遇到一條獨木橋。